我哋呢本書嘅作者係叫蒲松齡。蒲松齡係1640年到1715年嘅人，字留仙，一字劍神，號柳傳。蒲松齡一生不得志，同兄弟分家都只係得幾塊薄地，之後子女亦都越嚟越多，生活亦都越嚟越困難。佢恃着受徒30年，佢一面教不佳嘅幾個孫讀書，一面就代東家寫念籌嘅文字。喺佢71歲嘅時候，蒲松齡先至換禮補為歲月共生。又過咗5年之後，佢就已過咗身。佢竟然係以鄉村俗詩而離世。而《聊齋志異》就係蒲松齡最出名嘅一本書。我而家就嚟講下《聊齋志異》嘅特點。蒲松齡一生嘅心血嘅寄託，佢青年嘅時期，好熱衷於收集一啲奇聞異事，寫一啲回鬼嘅故事。佢融合切身嘅悲歡離合爭，去收集佢當代嘅故事、前來故事嘅起伏中。咁啱就揀咗《聊齋》入邊嘅畫皮去向大家演繹。阿女，快啲走，快啲走！跟住到山車，有咩帶去安全地方？好啊，快啲跟我嚟啊！喺34有呢位少女俾人襲擊，可唔可以俾佢有一萬個嘢？可以啊。丈夫，我一定會揾人幫你報仇㗎。揾到我手啦，何老師。我老公佢成日好慘，你可唔可以幫我殺咗隻女鬼去啊？咁大膽嘅嘢，你而家喺邊度？就喺嗰度啊！快啲！我想問晒啦，咁仲有咩方法可以救我夫君啊？有緣自遇到我先。你就係大仙啊！你可唔可以救下我夫君啊？太信唔信我啦！嗱，呢個你食咗佢，再俾你夫君，佢就可以復活嘅。哈哈哈哈！咁都信㗎？我啲頭好核突啊！發生咩事啊？你醒咗，我好掛住你啊，夫君。係你救咗我啊！